好嚟，立即開始啦！呢一部分我哋做頭14條嘅，簡單啲重複一次。我哋希望呢一部分係俾啲弱啲嘅同學可以準確地攞到起碼10條左右嘅 MC，好唔好？所以用嘅方法係咪最快嘅方法？唔係，咁當然係咪特別慢都唔係。咁啊，基本上我哋都唔係做數學噶啦，我哋攞部計數機出嚟代下數字嘅啫。OK，譬如第一條你見到哇有個 N 字喺度，啲 option 全部都有 N 嘅。咁你心裏邊諗緊啲乜嘢啊？咪就係代咯。嗱，代得就代，屈得就屈啦。咁我就屈 n 等於零，OK？屈 n 等於零，咁咪純粹撳計數機，剩得呢嚿嘢會變咗乜嘢啊？3嘅3次乘2嘅2次除以6嘅1次方，撳機3嘅3次乘2嘅2次除以6。等於18，再望一望邊個答案似18，當然你可以逐個試啦，快手少少，9、2、1、18得唔得？OK，C 幾十秒一條嘅啫。好啦，下邊呢啲嘅數字見到有 polynomial 一模一樣，你一樣係可以計，計係咪快啲？計真係快啲嘅。不過如果你唔想計，就屈 x 等於10 ，OK？屈 x 等於10，心算又好，咩都好啦。2除2幾多？19，就減1除2幾多？21，enter。撳翻個份數出嚟，答案係23/299。好啦，23/299，望一望邊個分子係23咪喺呢度咯，check 一 check 係咪299？應該400減1，sorry， 399抄錯嘢啫，對唔住，唔改啦，唔錄多次啦。OK，B 搞掂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下邊呢一度，第3條啊，好，再嚟過。好，嚟到第3條啦，嗱，一模一樣都係嗰句說話啦。如果乜嘢？如果你識計嘅，計梗係快啲啦。點解你要屈數字啊？因為你唔識計咯，冇問題噶，唔緊要噶，認咗佢得噶啦。OK，所以一模一樣。嗱，有個 A 字，有個 B 字，屈數啊，梗係慢少少噶啦，冇問題。但係我哋照屈 B 等於10。OK，屈 B 等於10。屈完出嚟之後，跟唔跟到呢樣嘢先？嗱，13除11等於2A 減1除 2A。OK，嗱，唔使太多，真係淨係識調個 A 字落去就得噶啦。OK，跟住你要記住所有嘅 linear equation，即係一次方程嘅嘢，我哋基本上都係撳機噶啦。OK，冇呢個 program，你再問我攞啊。OK，program 1，左手邊13除11，所有英文字母當係 I，撳個 enter 掣，2I 減1 enter，撳個掣。好啦，中意嘅就寫多步，呢個叫1。OK。跟住就減9/11個 A 等於0。OK， 中意寫多步，唔中意嘅直接出答案。A 等於1.2222，即係11/9。OK， 好啦，望一望個答案，邊個係11/9啊？B 係10喎，咁咪11/9咯，搞掂，得唔得？接住落嚟下一條，一模一樣啦。咁啊，你識計嘅咪計咯，唔識計叻仔少少，可能話對下啲正負值啊，即係譬如 A square，A 乘 A 就 A square，C square，咁呢個咪 C 正喎，咁咪正負就交叉。OK，逐個試，但係呢個都唔係我打算教大家嘅方法，冇特別㗎，我講嘅嘢非常之簡單。屈 A 等於1 ，B 等於2，C 等於3。OK， 題目撳計數機，1乘1減2乘2加3乘3加2乘1乘3，撳完計數機，呢一嚿嘢係12，得唔得？好，逐嚿撞，1加2加3生括弧1減2加3 enter 12，太好啦，撞一次就搞掂咗 A 耶！好，再嚟下一條第5條啦。咁啊，你見到嗱，有個 H 有個 K，佢話同你講係 constant 即係咩意思？意思即係未知數。呢度有個 H， 呢度有個 K， 呢度有個 H， 呢度有個 K。咁請問 X 係咩嚟嘅先？講少少數學啦。X 係一個 variable，OK，簡單啲嚟講，你見到一個咁樣三間嘅符號，X 係乜嘢都得。咁啊 ，X 係乜嘢都得，我哋成個概念就係攞部計數機出嚟撳聯立方程，得唔得？咁啊，然之後有兩個 unknown 就兩個 equation。好啦，咁啊，所以第一個動作我 put x 等於1。OK， 點解唔 put x 等於0？原因係因為冇啊，你試一試就知噶啦。左邊係0，左邊同右邊一模一樣嘅，所以0係廢嘅。OK， 跟住攞部計數機出嚟 put x 等於1。
咁啊7+14，咁啊21+9h 加 k 就等於繼續1+3嘅二次係16個 h， 2乘1減1嘅二次係1就加 k 得唔得？純粹撳計數機啫。第二個動作 put x 等於2 ，OK 7×2=2就28+14×2，呢邊係56+9h 加 k，OK 2+3嘅二次係25個 h， 2乘2減1嘅二次係9，咁啊加 9k， 跟住撳 program 1 ，OK 聯立方程嚟啦，呢度有個16，呢度有個 8k， 太好啦，咁啊16，跟住咧就調個9過去，唔調啦，我哋唔心算嘅啦，直接撳16減9 ，OK， 跟住呢邊1減1咁着數，咪21 enter， 呢邊咧25減9 9減1 56 enter， 好啦，所以 h 等於3 k 等於1 A 收工。下邊繼續，佢話呢個係 A 喎，一模一樣啦。見到呢啲咁嘅答案乜嘢啊？全部都有個 A 字，非常之開心。下一個動作 ，what A 等於10，成條題目變咗 F10就減 F9。好啦 ，F10減 F9咁啊嚟啦，咁啊10就 answer 推一推上去，嗱少少計數機嘅習慣啦。OK，sorry，啱啱用反光咧，希望冇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就 answer 二次加4 answer 加5 enter，OK，F10就145，撳個9啊 ，N 推翻上去撳多次啊，減122減145啊，等於23。23喺邊度？咪23喺個 C 度收工，得唔得？好，再嚟下一條，咁你要了解一下發生咩事先。咁啊，望一望呢條式 f(x) 等於 x 二次加 5x 加 k，k 係一個 constant。咁其實成條題目一路做落去嘅時候，望一望啲答案冇 k 嘅，冇 k，即係其實呢個係要計個 k 出嚟係幾多嘅，跟唔跟到先？嗱，重複一次啊，我特登攞個第二份出嚟，上邊係有 a 嘅，答案係有 a 嘅，即係你可以屈個 a 係乜嘢都得，但係呢度。啲答案係冇 K 嘅，所以其實個 K 係要計出嚟嘅，跟唔跟到，分唔分到先？好啦，再嚟過啦，第一句説話喺邊度？第一句説話 ，if the remainder of f(x) is divided by x 減 k， 可唔可以寫得到個 remainder 就應該係 f(k) 啊？好啦，呢一嚿 f(x) divided by x 減 k 減1，即係話 x 減 k 減1等於0 ，x 等於 k 加1，我哋心裏邊就知道 f(x) 等於 F。F(k) 等於 F(k) 加1呢個説話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啊代數字咪代翻落去 k 二次加 5k 加 k 等於 k 加1嘅二次加 5k 加1就加 k。好啦，好不幸地宣佈我哋第一次真係要計數啦。x 二次加 2k 加1加 5k 加5加 k 就等於 k 二次加 5k 加 k。好啦，有冇嘢可以約？可以約。5k 可以約，5k 可以約 ，k 可以約，k 可以約 ，OK， 好啦，所以就 2k 等於-6，k 等於-3。最後的最後，佢問你 x 加 k， 咁即係問緊你乜嘢啊？問緊你 f-3，唔係-3。f-k 即係等於 f3就等於幾多啦？F3再撳一次，咁啊 F3就係3乘3加5乘3減3 enter 等於21。呢個多。點解會計數機都係咁反光？好啦，繼續加油。第8條。第8條又嚟過啦，又係部計數機出動嘅時候啦。OK， 入翻我啱啱同你講嗰個，唔知你有冇嘅 program。OK， 第一件事對住呢嚿嘢 linear equation 非常開心。program 1就2就開方，將所有英文字母轉做個 I 加3刪括弧
OK 就 enter， 4就 enter， 中間嘅過程入邊寫2，抄低佢咯喎，2，跟住就加 2x 大過0，得唔得？所以 x 係大過-1。喺呢度除咗係一個叫做 soft equation 之外，你見到有大過細過噶嘛？總之你見到呢個係正數，照抄答案，唔使喐。OK， 好，再嚟呢邊，program 1，唔好反光，3減4 i，enter -5 enter， 好啦，所以就8減4x， 佢原本係細個，你照抄細個，撳多下 enter 就係 x2，因為呢個係負數，所以調翻轉，得唔得 ？x 大過2，好啦，係咁依畫條 number line，-1、2大過，嗱冇辦法啦，呢個真係你真係要識嘅。OK， 是但一個都得，所以答案係 B。再嚟下邊，喺個學校入邊70%都慢慢睇題目咯，好冇？唔讀出嚟啦。好啦，總之成個動作嘅第一個心態就係，唔好搞咁多嘢。總之我當有100個人 ，OK， 100個人入邊有70個同埋30個，呢個係戴眼鏡同唔戴眼鏡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唔戴眼鏡number 無論佢係戴眼鏡定唔戴眼鏡，都係分男同女噶啦。OK， 所以我哋畫過一個 tree diagram 出嚟。佢同你講唔戴眼鏡嘅男孩子同唔戴眼鏡嘅女孩子係一樣，呢度30個，咁你咪15咯，得唔得？望住條題目，呢一嚿嘢用咗，呢一嚿嘢呢一句又用埋，仲爭邊句未用？仲爭25呢個字未用，25%即係幾多人？100個人入邊有25個男孩子係唔戴眼鏡嘅，呢一度 OK。呢一度係講錯咗，係25% 嘅男孩子唔戴眼鏡。OK， 咁即係話有幾多個percent 嘅男孩子係戴眼鏡啊？係75%，得唔得？好啦，25% 同75%就即係1:3，因為有15個人係唔戴眼鏡，佢係佔咗25%，咁所以呢度係幾多啊？100減25，即係75% 啦，係咪？75%，咁即係75除25就即係3倍啦。15乘3 ，OK， 45個男孩子，得唔得？重複一次，因為呢度係25%，所以呢度75%，1:3咁嘅意思。好啦，所以剩低就係咁依計埋佢啦。70減45，呢度係25，但係其實題目問你咩啫？題目問你有幾多個男孩子啫嘛，咁啊45。都加埋60，收工。C 下邊一模一樣，呢條其實係近年出得比較深少少嘅一啲題目，喺 ratio 入邊，OK 佢出得深少少。咁但係逢親你見到 ratio 嘅時候，其實比較低能嚟做嘅做法就係點樣啊？A 加 B 就比3，B 加 C 就比5，A 加 C 就比7，大約嘅意思即係 A 加 B 就等於3。B 加 C 就等於5，A 加 C 就等於7。而家叫你揾 A， 咪揾 B 同埋 C， 咁即係希望我哋做嘅嘢就係唔要個 A， 唔要個 A， 因為 A 減 A 咪第一條式就減第三條式 ，OK？A 減 A 等於0，B 減0就等於 B，0減 C 就減 C，3減7就-4，就攞住第二條式同第四條式嚟撳機。唔係呢部，好啦，咁啊即係冇反光啱噶啦。program 1就1 5咪1負1負4，好 B 就等於1/2，C 就等於9/2，B 除 C 就即係1/2，就除 answer， 就答案係1:9，搞掂。好啦，下邊嗰條11條就點樣啊？就逢親見到有 case 1、2、3嘅，希望可以有符碌，就點樣啊？就喳喳臨計到，因為我求其計到1個、2個、3個，是但一個啱咗就喺下邊打交叉或者剔。OK， 好啦，題目講 A、B 細過0，得唔得先
A、B 細過零嘅意思，即係話我哋分開兩個 case。Case 1就係 A 係正數 ，B 係負數。Case 2就係 A 係負數 ，B 係正數。因為只有正負得負嘅啫，負得正同埋正得正，所以一定係一正一負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咩叫 open downward、open upward？開口向上，笑哈哈喊嗰啲，咪睇下個 A 係正定負咯。如果個 A 係正嘅，咪就係笑咯。大家應該都有啲印象㗎啦，係咪？如果個 A 係負嘅，就喊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而家 A 係正定負啊？唔知啊，兩個 case 正同負都得，所以一係交叉，一係交叉，二就一定啱，唔使做，淨係望住個3就算數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望住個3 y intercept 咪即係 put x 等於0咯，咁啊 y 等於幾多啊？ y 等於3嘅2次乘以 A 加 B 係咪等於 B 啊？梗係唔等於 B 啦，咪交叉埋 B 收工。好啦，近呢幾年呢啲咁啊 basic 題目，其實佢出得越嚟越深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OK，咁啊睇睇題目咯，題目同你講乜嘢啊？題目同你講 x varies directly as square of y and y varies directly 唔係inversely as z， 得唔得？寫到啲咁嘅嘢出嚟啦。咁點解要 K1 K2 啊？咁佢兩嚿唔同嘅嘢，我咪俾兩個唔同嘅 K 佢咯。好啦，望一望啲答案先。答案就係乜嘢啊？答案就係冇晒個 Y 咯。咁簡單啲嚟講，即係成條題目就係叫你 eliminate 咗個 Y 佢咯，得唔得先？好啦 ，x 等於 K1，y 嘅2次方，所以就等於 K1y 就抌落嚟啦，就即係 K21 over z 嘅2次。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所以快手將呢個嘢調過嚟，跟唔跟到先 ？x 2z 2次等於 K1 K2 2次，呢一個係咪 constant？ 呢個梗係 constant 啦。OK， 咁咪 A 收工。下邊數 pattern，IQ 題數格仔。好啦，方法如下。如果你見到個 pattern 就實在太開心啦。好啦，第一眼望唔望到個 pattern， 其實都叫做望到嘅，就係有個正方形加3點，有個正方形加3點。呢個都叫正方形啦。越深呢個係事實。所以個 pattern 應該就係1嘅2次加3。睇得題目喎，題目同你講乜嘢啊？題目同你講 x 嘅2次加3得唔得？OK，第8個 pattern 我冇問題啊，咪數俾你咯。y varies directly 5唔係 inversely as z， 得唔得？寫到啲咁嘅嘢出嚟啦。咁點解要 K1 K2 啊？咁其實搞掂咁唔同嘅嘢。好啦，咁所以第8項係幾多啊？好啦，望啲答案先。答案就係乜嘢？答案就係冇晒個 y 加3。咁簡單啲嚟講，即係8，就係叫你 eliminate 咗個 y 佢啦，得唔得先？好啦 ，x 等於 K1，雖然我唔 expect 佢睇到呢度，即係少少嘅次方。好啦，咁咪就係點樣啊？睇 K1y 就等加1啦，就即係 K， 所以就係1 over 2z 嘅2次加1就等於幾多啊？咁所以快手將呢個嘢調過嚟，加8 n 啊嘛，所以點樣啊？所以T8等於 K1 K2 T7 呢一個係咪 constant？ 呢個梗係 constant 減 T1 就等於8乘以7。就等於8乘以6，就等於8乘以1，所以 T8 就等於8下邊數 pattern 到 IQ 就再加翻呢度1、2、3、4。好啦，方法如下。如果你見到個 pattern 就實在太開心啦。好啦，第一眼望唔望到個 pattern， 其實都叫做望到嘅，就係有個正方形加3點，有個正方形加3點。下面呢個都叫正方形啦。少少無聊嘅嘢。所以個 pattern 應該就係小學生計面積加3嘅2，即係小學生都係計，一係就切個法，一係就切加3，得唔得？我記住盡可能冇問題啊，咪數俾你咯。盡量都用切割法，即係盡量都用加數。點樣斬開佢？斬開佢冇問題。OK。咁即係話心裏邊諗緊，當自己小學生呢度搞掂。好啦，咁所以第8項係幾多啊？係加20啦，係咪？好啦，但係呢條係乜嘢啊？呢條係講緊228嘅題目講咩啊？好啦，呢少少嘅同學。好啦，所以我哋問你，是但啦，快手啦。nearest cm，好啦，最大係幾多啊？睇呢個 squaring method 啊嘛，n 加1係等於0，所以就係 T，n 跟唔跟到先？加1就等於幾多啊？呢嚿嘢呢條邊最長係幾多啊？
就等於8n 啊嘛，所以點樣啊？所以 T8 同樣嘅道理，呢度最大係8T7 呢度減 T6 篤篤篤，T2 減 T1，所以呢一格最大係幾多啊？係8就等於8乘6就等於8乘1，所以 T8 就等於8.25，最細咧最細係7，就再加翻呢度1、2、3、4，係41.25，都係2，得唔得？剩低下邊呢一個格仔，呢一個格仔就 tricky 啲啦，因為佢俾啲位你咧係乞人憎啲嘅。好啦，麻煩你寫埋呢度先，最大係4.5，最細係3，記住少少無聊嘅嘢。好啦，咁我想問下啲咁嘅小學生計面積嘅題目，我哋冇辦法之下，我哋小學生都係計，一係就切割法，一係就填補法，係咪？冇辦法，好記住盡可能。咁呢條紅色嗰邊打動呢條，請問最長係幾多啊？盡量都用加數，係點樣斬開佢？斬開佢冇問題。OK。你可唔可以話佢5.5啊？自己小學生呢度點解？因為如果我哋用緊計緊最大嘅時候，係咪？計緊最大嘅時候。好啦，但係呢即係我哋本身已經剔咗呢個係6.5，咁你用隻眼都望到啦。喂，呢一嚿嘢，好啦，所以我哋問你，呢個 6.5啊，真係有着數啦。我哋揾緊最大係幾多啊？所以呢一嚿只能夠當佢6.5係等於，然之後要減到佢呢嚿嘢最大，咁即係呢度要最細啦。好啦，所以 OK 呢嚿嘢呢條邊最長係幾多啊？係6，所以呢度我攞嘅最細係幾多啊？係即係話最大嘅呢嚿嘢。同樣嘅道理，呢度最大係8。同樣嘅道理，呢度最大係幾多啊？呢度最大係攞。好啦，所以呢一格最大係幾多啊？係8.5乘6.5。10.5啊嘛，係咪？10.5，但係呢度我攞咗8，最細咧最細係7，咁所以呢度就只能夠係個2。係41，所以最大係幾多？所以係最大係剩低下邊呢一個格仔，呢一個格仔就高除2啦，因為佢俾啲位你咧係乞人憎啲嘅。好啦，麻煩你寫埋呢度先，最大係4.5，最細係3，所以係圈呢一嚿同圈呢一嚿。好啦，咁我想問下呢同樣嘅道理，最細咧最細就41.25。OK， 我哋應該嗱呢一嚿攞咗最細係5.5啦，咁呢一嚿我又係想呢條紅色嗰邊打動呢條，請問最長係幾多啊？我又係想攞到最細啊嘛，所以呢度係5.5，呢個就攞佢4.5。你可唔可以話佢 OK？所以呢度最細嘅時候就係1，因為如果我哋用緊計緊最大嘅時候，下邊一模一樣嘅道理，呢度即係我哋本身已經剔咗呢個係6.5啦，係咪？咁你用隻眼都望到啦。喂，呢一嚿呢度攞到最細大過呢一嚿啦，所以呢度仍然都係6.5啊，所以就1數啦。如果我哋揾緊最大嘅咪等於4，所以呢一嚿只能夠當佢6.5。然之後要減到佢呢嚿嘢最大，咁即係呢度要最細啦。OK， 好，第一節去到呢度，第二節，所以呢度我攞嘅3.5，即係話最大嘅呢嚿嘢係攞個3字。同樣嘅道理，呢度最大係幾多啊？呢度最大係攞最長係攞10.5啊嘛，係咪？10.5，但係呢度我攞咗8.5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度只能夠係個2啦。OK， 所以最大係幾多？所以係最大係55.25加底乘高除2。OK， 即係58.25。所以係圈呢一嚿同圈呢一嚿，得唔得？同樣嘅道理，最細咧，最細就41.25加，嗱呢一嚿攞咗最細係5.5啦，咁呢一嚿我又係想點樣啊？我又係想攞到佢最細啊嘛，所以呢度係5.5，呢個就攞佢4.5。OK， 所以呢度最細嘅時候就係1，得唔得？最細係1，下邊一模一樣嘅道理，呢度攞到最細嘅時候係9.5。OK， 呢度攞到最細係7.5，所以呢度仍然都係2，所以就1/2，1乘2，咁咪等於42.25啦。咪 C。好，第一節去到呢度，第二節係有啲圖案嘅嘢比較辛苦㗎啦。